梯形切割、灰色條子、圓形嘅裝飾擺設。用色灰沉嘅單位喺唔同形狀、線條點綴之下，睇起嚟好豐富，一啲都唔單調。設計師想表達嘅係一種時尚簡約嘅歐式風格，感覺比較隨意同輕盈。傳統歐式設計咧，你會發覺好多嘅歐式嘅線條喺個門板上面啊，或者喺牆身上面嘅造型嘅。咁有啲嘅設計甚至會喺線條之間加好多嘅金色嘅元素落去。但係我哋覺得，如果喺一個嘅空間加太多呢一類嘅造型嘅時候咧，可能會顯得特別累贅。所以今次我哋個主題用咗個簡約時尚嘅歐式風格作為一個背景啦。成個廳嘅設計視為一個整體，儲物櫃靠邊擺放，盡量騰出中間位置，加大活動空間。但只要細心留意地磚變化，可以區分邊度係玄關通道位，邊度係主廳。呢個單位大約650尺，開則比較傳統。鑽石廳難擺放家私，想坐喺梳化可以直望電視。設計師特別加裝一列地櫃，再運用上面一組深啡色嘅儲物櫃，加厚同拉直牆身，從而修正佈局。將個電視櫃嗰個連固埋去窗台嗰個嘅位置，用咗同一款嘅石材，用咗雲石面咧嚟到去做翻個好簡單嘅選材，但係我哋可以增加咗儲物空間，又可以增加咗坐嗰個嘅座位空間嘅。電視櫃嘅背後咧，我哋用咗好特別嘅木紋嚟到去做一個嘅特色造型嘅。咁再加埋木紋上面，我哋用咗 V 坑嗰個嘅造型啦，嚟到去突顯翻佢嗰個嘅線條嗰個美感。廳嘅呢邊唔係飯廳，而係開放式書房。設計重點係要提供一個整齊嘅收納空間。灰色組合櫃配粉紅色凳。中間牆身加入卜足型設計，內藏燈槽、電掣插座。單位原則3房改為2房，改動嘅目的唔係要加大主人房，而係要增加舒適度。我哋就想令到個主人房用得更加舒服，而且唔想個主人房入邊嗰個主廁咧，個門口咁近嗰張牀，將個主人房嘅門口咧，將佢延伸翻長少少，冚翻嗰個嘅走廊通道，咁啊令到個走廊通道唔會變得係咁窄長。主人房改鋪地氈，床背同另一邊嘅天花木殼加入咗卜足型設計，成個設計靈感源自一啲精品式酒店。我哋想迎合翻屋主佢想做到一種酒店式嘅舒服嘅感覺，咁所以喺成個色通方面咧，我哋就用咗一個嘅淺灰色。我哋做咗一個隱藏式嘅衣櫃，就係利用咗喺小朋友房嗰邊嘅空間啦。咁啊做咗其中一半嘅衣櫃俾翻主人房嚟到使用啦。梳妝台設計特別，鏡前加上一幅趟門，避免房門對住鏡面。行入套廁，視覺焦點自然放喺呢幅好似鋪滿魚鱗嘅牆上。主廁個大嗰個材料都係白色嘅雲石，喺個牆身上面，我哋用咗個魚鱗形嘅雲石紋理啦，嚟到去做翻個平砌，咁令到成個牆身嗰個動感會做得更加好。收納櫃方面用咗個淺灰色嘅嚟到去做翻個主要色通啦，再加埋你見到成個嘅洗手間有啲金屬嗰個嘅元素，無論係香檳金或者銀色都好，咁可以增加咗成個主廁嗰種高貴嘅感覺。至於有卡通牆紙嘅呢間係小朋友嘅睡房，而家擺放鋼琴同一啲散件家私，方便日後按小朋友唔同階段嘅需要同喜好更換。活潑嘅設計唔係小朋友嘅專利，廚房設計同用色破格，有一種少女味道。選用嘅櫥櫃款式係女戶主情有獨鍾。